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开讲。来讲啊，会晓生就爱会晓请。即摆有个少年家吼，拢食饭骹中，看到讲一个囝生出来，哇！老爸老母的朋友，连带亲情，人马正正，拢来甲阮做满月，拢来包红包，有的拍金啊，甚至有的买尿珠啊，安尼来甲阮庆贺斗热闹。人马正正，台湾话咧讲，就是讲吼，人有够济，尤其即句话咧描写，踮伫咧都市，对田庄安尼看茫茫，来到都市。有影人地青疏，下钱咧，都市内底人马正正，要找一个人，免哪有遮简单。所以吼，一寡幼囡仔咧生囡仔，看到讲阮老爸有交陪，阮老母有交陪，人马正正，规间客厅甲阮坐甲吵，拢安尼赶礼物来，连讲我免烦恼啊。有诶，老爸较会晓想诶，老母想较长诶，都会骂安尼。人客一个四线尔，就会骂囝讲，你得爱家己拍算做一个头路啦。因为人甲咱看，赶尿珠仔来，赶礼品来，迄是有时有尊。出去是密是日的，密是日。国情啊，到头拄我迄句人马正正对比，原来有2字相差无毋对。人马正正就是讲人真济，啊密是日，密就是讲真密集。出去吼。日子咧过，真辛苦，真艰难。一天，你唔好呢，目睭金，干那要等天顶落金仔落来，迄是无可能哦。所以上介好，家己做一个头路。少年家啊，唔通安尼急苦，有个人讲较直的，讲你唔通望天凊凊，望天凊凊，凊凊这2字，原来相他字，原来台语4字的成语。望天凊凊，简单讲白话解说是讲，唔知影天悬地低，这个工课做落去，闹开，做落去失败，才咧后悔，袂赴咯。安尼叫做望天凊凊。所以你唔通干那想讲要食白光散，要干那看老爸老母的朋友，讲逐工来赶金仔角来，赶礼品来，无可能啦。上介好，你家己有才调生，有才调请，去引一个头路，安尼日子咧过，唔才会久长。